Hello，啱啱試咗咧用呢一個 GPT-4o 去 gen 一個四格漫畫嘅時候咧，個效果幾好喎，可以睇一睇。嗱，因為時間關係啦，其實我頭先已經 generate 咗噶啦，咁我就同個 ChatGPT-4o 講咧，就叫佢幫我整個四格漫畫係關於赤壁之戰嘅，然後幫我 gen 圖。咁跟住下邊呢一啲內容咧，就係佢去建議究竟個故事裏邊每一格個四格漫畫裏邊應該有啲乜嘢嘅。好啦，咁完成咗之後呢，佢亦都有問我嘅，究竟想要啲乜嘢嘅畫風啦。咁我話你自己話事啦。咁之後佢就同我設計咗出嚟啦。而由於而家呢係可以出到中文字，咁雖然你見到啲中文字有某啲都係可能錯咗，但係已經比其他嘅 AI 工具強好多。而佢出嚟嘅畫風呢，係好似真係平時我哋去啲漫畫鋪見到，可能係去畫赤壁之戰啊、三國啊嗰啲漫畫。咁所以佢嗰個影響性呢，應該喺個市場上面應該會好大。尤其係佢應該嚟緊繼續會進步，嗰個 quality 提升嘅時候，咁畫漫畫嘅時候，究竟會點樣可以做到呢？即係講緊如果係個職業，咁或者會唔會就係因為佢哋好熟悉呢個行業，佢哋會再容易啲生成到多啲漫畫？